策略3：放鬆技巧、呼吸同正念嘅力量。當我哋壓力上腦，腦部會進入一個戰鬥或逃跑一個嘅模式，我哋嗰時好難去用一個理性嘅思考。喺個時候，我哋可以教仔女一啲簡單嘅技巧，將身心 reset 翻嚟。例如，我哋可以用4拍呼吸法，吸氣4秒，停4秒，呼氣4秒，再停4秒，重複3至5次，讓佢嘅呼吸可以慢慢緩落嚟。或者我哋可以試下靜觀覺察，坐定定，我哋望下周圍嘅事物，留意住自己呼吸。我哋可以望下出面嘅綠色植物，感受下身體嗰個嘅感覺。呢個方法唔一定要我哋係出去邊度，我哋喺床上，我哋喺座位上，其實都可以去做。隨時隨地，我哋都可以有效咁樣去減少我哋嘅焦慮。策略4：設定邊界，勇敢說不嘅能力。有時候壓力其中嘅來源係我哋所有嘢都想去應承。有時我哋嘅仔女可能咩都應承，唔識拒絕，最後就搞到自己身心俱疲，壓力爆煲。作為家長，我哋可以鼓勵仔女，第一，首先去認清自己嘅能力同埋極限。究竟自己有冇能力去處理到咁多嘅事情呢？第二，就去練習用禮貌嘅方式去同對方去講，對唔住，我真係幫唔到手啦。或者多謝你揾我，不過今個星期我要講功課，可唔可以遲啲再傾呢？最重要嘅係家長喺呢個當中都可以以身作則，去俾仔女去知道，有時我哋可唔可以識得講唔好，對唔住，識得拒絕別人呢？當佢哋見到家長原來都識得去保護自己，亦都更加識得點樣去以身作則，保護自己免受呢個嘅壓力去拖垮自己啦。最後各位家長，我哋都要明白，你有壓力，我有壓力，壓力其實係現今青少年不可避免嘅一部分。我哋唔能夠去完全去幫助佢哋去消除壓力，但喺過程中，我哋可以裝備佢哋，令到佢哋可以更加有能力去面對嘅。希望今日教大家4個嘅抗壓策略，可以成為你仔女嘅情緒後盾。要記得，你哋每一個嘅聆聽、支持、引導，都可以成為仔女一生受用嘅力量。多謝收睇，我係 Louis，我哋下次再見。